通告係學習語言非常好嘅方法噃。台南嘅民族事務委員會今年度第一擺度貴音器嘅語音有自然，用部分族群嘅方式嚟進行客家通謠嘅教學。客家基本有自然舉辦嘅教學發表會，小朋友都親名古發揮佢哋所學習嘅成果。日本在現場嘅阿妹都提前來過母親節。經過3整夜嘅教學，幼稚園嘅小朋友對完全聽唔是客話，都更加做得一片唱一片表演，完全融入客語童謠嘅情景。為了本客語做得順利，本人談到嘅語言，台南市民族事務委員會今年設立一家幼稚園，針對200人嘅小朋友實施客語童謠嘅教學。儘管大多數嘅小朋友都冇客家背景，不過一旦學習嘅興趣相當高。我喺音樂一表達出來，聲音呢就自然馬上就會唱會跳。係啊，只要音樂阿爸有到聲音，看得懂誒，很愛古老師就可以是唱誒。對，反應很熱烈。雖然台南市嘅客家人口唔多，講客嘅機會也唔大，不過家長也係大力支持小朋友多學另外一種嘅語言。因為它其實算是母語之一嘛，因為除了閩南語就是客語。那因為學校有在推廣，那我們就想說，那當然是如果小朋友可以再學第二個母語，其實是也不錯。反正小孩子小，潛力大，什麼語言都讓他學，其實對他而言是開闊他的視野。跨越族群嘅風格，擴大學習嘅範圍，本客語做得本個當然談到，亦係台南市促委會推廣客語童謠嘅目的。促委會主委馬玉別好表示，客家團慢慢有6家幼稚園加入，為台南市嘅客語教育打下過好嘅基礎。客家新聞尋日連台南報道。